走进名家，欣赏名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名段节目，我是钱慧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为您介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金彩峰老师和他的京派艺术。看了前几期节目的观众朋友肯定急着要问，今天我们欣赏金彩峰老师的哪一出经典剧目呢？别急，我马上告诉你，今天要请您欣赏的是《彩楼记》。虽然彩楼记的影响不如碧玉簪、盘夫索夫那么大，但金彩峰老师本人却非常喜欢刘月娥这个角色。他评价这个人物是2个字：坚强。其实刘月娥和碧玉簪中的李秀英、盘夫索夫中的严兰珍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刘月娥的性格更开朗一些。所谓喜中有悲，悲中有喜，总的来说喜的成分更多一些。彩楼记是越剧的传统剧目，描写的是宰相之女刘月娥在彩楼抛球招虚时选中了穷书生吕蒙正，但刘月娥的父亲嫌弃吕蒙正，想要悔婚，月娥不从，与蒙正同北逐出相府，苦具寒窑。相爷不必过
宾客，彩柳之上有美香。小姐彩柳出师去，好去现在是造郎。到今贤良缘，必有之人看相当。儿媳她有媒夫文章，她仪表人才有志向。人差人为良，古人都有11字，他一是11有法。
路遥是彩楼记非常重要的一场。为了突出全剧诙谐的气氛，在设计动作的时候，金彩凤老师给刘月娥安排了许多事情，比如说拿起扫帚扫地，却将窑顶的灰弄到了头上，一下子又突然发现地上有一条虫子在爬，吓得退后等等。但是她的丈夫著名导演黄沙老师对金老师说，这些设计如果在折子戏中演出是很好的，但是放在整场戏里太拖沓了。金老师觉得丈夫说的有道理，就毫不犹豫地将它们删去了。难忘小记的我心里从先生，你有朝思远志，必得长远归。哎呀，小姐好过才对呀！多谢小姐金口玉言，小姐在上，随我蒙真一拜呀！不拜也罢。哎呀，这样好的彩礼怎能不拜呀？一定要拜！我要拜了，我要拜了。小姐，你怎么了？现在我了。哦，你在哪里？我可仔细冲击呀！你有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小姐，你听，木兰子的钟声响了，我去观菜，少请你带饭回来呀！啊，现在此去离木兰日路途可远，不远，你滚去不会落空吗？不会，他们是先命中后吃饭，听见钟声真是时候，小弟岂放宽心，稍日我接你带把米饭回来呀！啊，现在你要早些回来呀！小弟放心，我去手来。啊，现在啊，小弟，你可不能出来呀！怎么？要等3早以后才能出来哟。我晓得。
越剧的彩楼记其实是融合了很多地方剧种的片段移植而来的。其中入窑这一场来自唱作俊十分细腻传神的梨园戏，而平雪变宗一段则吸收了川剧的许多特点。哎呀呀，我道他竟是为这样来，为什么这样气势汹汹？原来他见了作贼，起了你心。你呀，哎，我啊，暂且不要与他生命，我要把这孙小人呀气上一气。啊，先生，你问的是昨天吗？是呀，这大的是谁的？是你的，是我的。嗯，我穿的是凉鞋，这是穿钉鞋的作家。啊，先生，也倒是长子满胸怀，凉鞋们就变钉鞋。哦，王为变啊！那么这小弟呢？这小弟，也是你的，也是我的。这叫做有草庄子喽，乱作比女作了。那是为情我的，是你的。你这要来做什么？我们来望你啊！就是望我，也不过在要热要黑要左要右。你呀，喏，放啊放啊，放到那洋上路上去了。我常常要来，这样一步放一步，那我们就往到这洋上路上去了啊！神王啊，神王！修神呐，修神！神神才是，见不了三言他日，倒是有心修神哦。那三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兵险不能移，那就是这三件啊！先生，我倒是不管事，为情我啊，倒是见得了。我看你呀，见不了，见得了，见不了，见得了，见不了。哪个不是公子王生？我只为见你的才要高，为在不言你人清平，我才就多怕吕蒙算不算富贵不能赢？这儿你那是你我都坏了，莫以为穿把相夫换花座，谁知他因病还不要退婚，不是事不从办了我，无奈啊夫妻双双离相负，算不算我也不能劝。我看你明天不能移，就见不了喽。我与你共
1952年，全国戏曲汇演上，川剧艺术家演出了《平雪变宗》，获得了一致好评。人民文学还专门发表过这折戏的剧本，充分肯定了它的文学价值。但是川剧演《平雪变宗》，四川方言本身带有的幽默性为整台戏增色不少。移植成粤剧，这方面的优势就没有了，那该怎么弥补呢？金老师和他的同伴们可谓是煞费苦心。说了半天话，只有这一句才中听啊！啊，你去说话，有哪一句不中听？啊，你真带句不得，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我真要与他说明，他还是那样的固执。哎，我啊，还要气他一气嘞！喂。娘开啊！说什么？你呀，管不着我。我都管他不得了，这完了的。哎，你到哪里去？你给我进来！就此理你。喂，春庭姐弟，你下次再来呀，不要春庭姐，春良心。免得我们秀才要凭什么做戏，叫他都早把难分。啊！什么早把难分？怎么？早把难分？好啊，传电西的，你来呀、啊！你来，我就打断你的狗胎！你来呀、啊、你！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呀，现在你……好了，这秀才气得脸色白，我赶紧与他把手挽手，免得他胡思乱想吓你一猜，把我父的身体来气坏。听通哎，听生女，他愿公美香送人米来，你为要不讲，应有份彻夜伤人
因有苦情归来之时，你想我做什么啊？你莫非是报喜来了啊？莫非是报复得了冤枉？你得意早把喜报送，眼见的红我这里满枝红，那桃花浪漫雨花龙。怀念千问梦金老师第一次演《彩楼记》是在1955年和陆锦花老师合作，导演是钟明和朱肯两位老师。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男女合演团，金老师再次出演《彩楼记》，而导演则换成了她的丈夫黄沙。两演《彩楼记》，从中也可以看出金老师对这出戏的喜爱。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金彩峰和金艳芳两位老师在《盼谣一场》中的精彩演唱。哎呦呦，儿郎，这个地方亏你知的哟。你怎么过？实是缺少了女千金啊！母亲，儿子在这个地方在好年啊！他呀有个药，什么药？他叫爱罗。红红道，请问大雨不回来，风暴到来不动摇，公卿从来才开门，女儿我自在此地。苦啊，我好
你真与郎，女儿啦，正去家中想压上，须真金币。比若不必呀用，你的鸳鸯之功面为难富贵之主相共闺女是娘。幸好父亲要你要往运气一样的好，你还是要外年老嘞，眼看先不把称，儿不把爹，不用手指神，连个银子也没有哩。母亲，这里神圣洗澡，荒草才有虚路。父亲，你来看呐！臣儿但愿把花开，汉子从大人来，秀秀花开团团圆。彩楼记对于金彩峰老师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从这出戏开始，人们在他的名字前面冠上了著名越剧演员的头衔，而越剧京派艺术也从这时开始形成。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金彩峰老师的彩楼记中著名唱段常言道，骨肉之亲心连心。啊
你来啥娘啊娘，女儿真成杀亲娘，都是为弟弟他心情意，我生生插在母女分两吧，女儿已发下红子女我父不发的就不为门家娘并比女儿心肠，我切了肚子84吧，娘鸟争一口人，神争一口气神争一口气娘鸟争神争气，恳求娘亲人怜儿子将儿夫他今可亏去，就得功名登金榜，来登梦中端到和很多粤剧传统剧目一样，虽然男女主人公经历了种种波折，但最终都是大团圆的结局。这可能也体现了中国人善良的一面。从刘月娥苦尽甘来的故事中，我们也需要再次重复一句说过千百次的话：真金不怕火来炼。一见公红花
在彩楼清醒将他写，我是立志不移，在我要中望他是莫佛金手，他金用功，到事情他是马前不堂。即刻归来，是只将官告放下，为兵长远去吧。是。这是小姐而且你的啊，多谢夫人。小姐啊，员工，你怎为与茶药到此？哦，郑老夫人思念小姐，养病莫难事。问过了老爷，请小姐过去相见。我在中都突击采月，因他不是小姐的日子，故而嘛领他来了。老员工，你去为禀老夫人，说小姐要和长远归来，等到我来日拜见夫人所去。是。我现在官司中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名家名段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下期节目我将继续为您介绍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金彩峰老师和他的京派艺术。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你这
走进名家，欣赏名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名段节目，我是钱慧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要为您介绍的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金彩峰老师主演的2出新编历史剧《汉文皇后》和《杨贵妃》。金阳身上瓦皂毛三里，留下了落山故地人凄凉。我的亲骨肉两离开啊，我死的岂能不悲伤？一天我但有弟烧衣裳，多烟我观错始终离人上，我一日望听哀愁唱，我为了公归王见汉文皇后是根据历史故事创作的一出新编剧目，它讲述了汉文帝即位不久，册立窦姬为皇后，并找回了与窦姬失散12年的弟弟窦广平。正当姐弟俩沉浸在团圆欢乐的时候，不料广平因年幼无知，中人奸计，犯下了死罪。文帝与窦后情深，在窦广平一案上犹豫不定。窦皇后深明大义，闻知弟弟凶讯，虽痛不欲生，但还是支持文帝严明执法，处死心爱的弟弟窦广平。相思
汉文皇后1982年首演于上海人民大舞台。最初是一出男女合演的剧目，除金彩峰老师饰演的窦皇后之外，汉文帝和窦广平分别由张国华老师和赵志刚饰演。后来因为演出反响良好，又拍摄了5集电视连续剧。除金老师的角色不变外，皇帝由曹营娣老师扮演，窦广平由萧雅扮演，成为了一出女子越剧的剧目。正气侍奉万岁，不是一样的吗？爱卿若是太子，寡人刘旨意若见。来，接对王后更衣是，更衣是何？啊！不，万岁呀！为王儿进入万岁许中，生每日头起无地父兄，三有故地国中人。真美是自有13飘破天涯无影踪。金彩峰老师分析窦皇后这个人物，认为有3场戏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场是窦姬还是宫女的时候，在宫中思念弟弟。第二场则是她被册封为皇后的那场戏，而最后则是面对情与理的两难选择。尤其是册封那场，窦姬的身份突然之间由女婢变成了万人之上的皇后，惊讶、惶恐、难以置信，有隐隐的喜悦，细腻的感情表达，令人回味无穷。贵
不有病，真诚快，把头宫女太监老啊，真诚快，知情国错永分。恨气自有操作官，只喜欢自立起居在宫闱，公色浮华应在谈，或许中度公我悲，千万岁啊，千万岁，几方可宫女去，让他们幻想乱去把婚配，愿世人莫两气，家贫无天一地贫，愿世人莫两气，落塞地里生泡愿世人莫两气，昔在王宫的流浪，愿世人莫两气，在2年平地空着
金老师在汉文皇后中的唱腔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为了创造唱腔，金老师找来了袁雪芬、施银花、傅全香、芝兰芳等前辈的唱片，一遍又一遍琢磨，最后根据窦姬的人物身份，确定了以原派为基调、博采众长的创作方向。总以为
金彩峰老师说，他之所以特别喜欢《汉文皇后》这出戏，是因为觉得它很有现实警示意义。的确，面对处死亲弟与徇私枉法这样的两难处境，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而金老师在表现人物复杂矛盾心理时，拿捏得十分准确传神。第一言是生死
上世纪80年代，袁雪峰老师率团赴香港演出，汉文皇后也是演出剧目之一。一开始大家还担心汉文皇后是出新戏，又是历史题材，香港的观众会不会不欢迎？没想到一经演出，可以说是反响轰动。可见真正的艺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知音。啊
和汉王皇后一样，杨贵妃也是一部越剧新编历史剧。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梅兰芳大师的京剧《贵妃醉酒》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不过，虽然由珠玉在前，金彩峰老师的这个杨贵妃还是演出了她自己的特色。娘娘，实在奴婢已在帮你们推推转身，转身。转身，他到菜娃西国去了。啊，今夜又在那边找见梅娘娘。什么？找见梅娘金老师对杨贵妃这出戏非常有感情，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她是金老师的丈夫，著名编剧导演黄沙老师生前最后一次创作。这出戏也见证了这对越剧黄金在艺术上一路走来的相濡以沫。美
问归西，问归西。望爱我用眼里，两鬓千卷所分离。皇上爱我用眼里，不顾来人得知情，将士们怒斥我用眼里，说什么与我君王人言女的说不丢言，我大人之人老不用猜猜，张张眼睛，眼睛张张眼睛猜见家。
灵魂，欣赏完了感人的魂断马尾坡，今天的名家名段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在下期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介绍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金彩峰老师和他的京派艺术。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夜阑深啊，夜阑深。我不应去了夜阑深，可惜你身上的金色念佛们啊，风水的财路的真心真乃是仇人是你。走进名家，欣赏名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名段节目，我是钱慧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角依旧是大家十分熟悉和喜爱的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金彩峰老师。今天要请大家欣赏的是金老师和另一位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毕派创始人毕春芳老师的合作集锦。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曾欣赏过金彩峰老师和刘珏老师男女合演的《彩楼记》，而金老师和毕老师合作的《彩楼记》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小弟来呀！
得叫红日情。就在我此日归居，父亲的家园。财务万事花。
君子必得长远归。好彩头，好彩头！多谢小姐金口玉言，小姐请上，受我一拜。哎，不拜也罢。这样好的彩头，怎么能不拜？哎呀，羞嘞！玉蜻蜓是一个被许多传统戏曲曲艺演绎过的故事。戚雅仙和毕春芳老师的合作堪称粤剧经典。那么大家是否知道，金老师也演过玉蜻蜓，而且他的合作者同样也是毕春芳老师。开门，开门！宝，定你自证，你就是自证。阿弥陀佛，是他。请问家员公贵姓？我家纪元在孙家的大娘就是我的继母。哦，你就是元在，元在公子是。请问家员公到此有归过？前来进香拜佛。
读书之人竞相拜文，离该到文昌国去，求文昌帝君保佑。哦，我今天不是为求功名而来，我是为求了却一件心事。了却一件心事，了却心事啊！既是此，家园公，请到前面。着人苦，是他呀。
不知哪颗是他们。这松子风吹落地无地松，这松子密密人人长得多，终有好心待他找，只怕是找不到师母。其实早在东山越剧社的时候，金老师和毕春芳老师就在一起演出了。只不过解放后，金老师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毕老师则加入了合作越剧团，所以一起演出比较少。不过只要有机会同台，两人的合作还是那么的默契。
恰是生于夫人难决定。我人儿心塞我杀人儿不应你孤当是生子我人儿要归一生。我就天就地有用啊，我就你替我把子听到娘听心的话乃是
我不
在毕春芳老师的舞台生涯50周年演出中，毕老师盛情邀请金彩峰老师参加，两位艺术家合作了《盘夫索夫》中的盘夫片段，唱念之间风采依旧，至今令人难忘。娘子，请进。请。娘子，请来接礼。本人请来接礼。请走。请走。请问娘子，你还是睡得到此，还是到此一举？哦，你问我吗？我们这才是到此一到，就叫你开门的。你是睡得到此，一到这里就叫我开门的呀？外号啊是外号。哎呀，我是谁到此，他倒又背起家子来了。贵人，你为周守王做些什么啊？为四王的事。到底什么事？是什么无尽之事？你可不可以几句请我听听？秋儿从来心爱的我到过世事就忘记。贵人，你忘记为替我倒有几句记上你。我的事与你是两样的。一样的。两样的。一样的。两样的。我背着你听啊。我可不要听哦。贵人啊，我这个人啊，倒有个脾气。人家要我陪，我倒是不肯陪；人家不要我陪呀，我是偏偏要陪。那么你去陪吧。那么你就听吧。听着。我可不要听啊。听着啊。我不要听。小弟呀，小弟，自称小弟毫不懂道理。娘子啊，娘子！哎呀，我不叫你娘子，这又是计较起来了。来人啊，来人！这世事无尽上，还会有你来真的名字。哎呀，贵人啊！别人世上没有我兰真的名字，你的世上只有我兰真的名字啊！要背，到你自己往里去背。你既吃饭饭，要问问我的姓氏。小人不知，你哪里知道我的姓氏？不知了。我不是天堂之乱环境。这句话我在网里已经说过了。分不下
下去了。那冤家不是不小心，不然真做事要往各家与儿平平。什么？我们这辈子给你听呀。你管你呗，我可以一耳不听。你再听下去。我不是天当之门亲，我不心脏来不分。家人奔向天人路，恨之人朝中为出奸人，恨奸人场面王贼分，犯了我全家一位门，我提起奸人早就怕了，提起奸人我骂你年送啊老死，我骂你今日老年送，你黄银发到是在朝中，你残害忠良有多少？你却赞我不是心太凶，你以为战朝更一时，偏偏逃出我真用，小生插在凌云子，我定赞你今日是老年送。娘子，吕备出了。吃饭啊，你吃饭。我骂你今日你吃饭，你不知同朝为一样钱，你发难送身许陪我，你要靠本事送盘来，小生才有出头人，我把你无知一地三，找不我啊好我骂你今日老问我，你去年不是把妹来做，你人用金子包天大妹，我是清风宝剑，你问我也没亲啊也没亲，我骂你今日也没亲，你是富家富贵的烂小人，我才不应说你命令之是老中就不名人，小生他有高分数，我将你去婚下色去从这是没有的，关于过小先生，没有了，你来生啊，你来我不应体谅你来生，可惜你身上的金子年富们不管你才我的真心真来是仇人是你真听
身上，就烧死我了吧？有什么不吉之令？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哎呀！战争岂有此理！娘娘娘，娘子谁是你的娘子？凌云子，你是一封休书将我离，今日你落在相国府，我看你差事也难听。娘子，可怜我被绝人也受艰苦，难道你也真正看我走邪路？即使不救你心何人啊，娘子啊，你我到底是夫妇，你达到瓦当去禀告，好比是亲手杀了你丈夫。娘子啊，娘子啊，夫妻总有夫妻情，还望娘子来赏识无情与祖母，我难救夜夜的情丈夫。两家真是要我定，那年王好比我来生为错啊，娘子。
样子。精彩的节目总是让我们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今天的名家名段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不过下期节目依旧精彩，观众朋友们可不要错过。